來繼續來看台南新營，昨暝有一台小客車失控，弄到路邊下水道施工的區域，講迄個油桶就直接降離個車面頂，附近的民眾攏着青驚。警方到場發現駕駛敢若是食毒開車，馬上甲做快篩，果然是陽性，用毒品罪甲公共危險罪甲移送地檢署。白色的車輛失控速度真緊，甲路邊施工的工地弄落，弄甲真大力，圍欄攏互弄甲海去，施工的物件嘛直接牽去車頂。附近的民眾聽到弄到的聲音，攏走出來看，其他的車輛經過嘛攏駛過掉水車輛，避免互影響。就是柴油。有水啊，有滴出來無？車禍現場掉水的車輛車頭是弄甲密密麻麻，油桶牽佇咧車頂，甲周邊的民眾驚到，無偌久警車、救護車攏到現場。哦，這大聲，我想講是氣爆的。只昨迄個時間多無人出去，無若有人出去吼，這個代志就大條啊。昨暗時8點外，台南新營新進路駕駛家己弄污水地下道施工區域，警方到場發現駕駛敢若是食毒駛車，毒品快篩檢測是陽性，當場就甲人逮捕。所幸呢，撞倒的這個油桶沒有發生意外。全案以毒品、公共危險移送台南地檢署偵辦。同款嘛是危險上路，昨暗時12點外，64歲林姓查甫人騎車經過台南北區文賢路，正月的時家己摔倒，查甫人規個人倒佇咧機車頂，警方到場發現又閣是食燒酒騎車。酒測超過法定標準值。全案依公共危險罪嫌重辦。食燒酒、食毒駛車的事故接續發生，提醒用路人遵守交通規則，莫一時過速危害用路安全。